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13天最后一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义军执事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你是赐福的主，你也是全能的主，你对我们的爱一直不离不弃，我们的帮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要来献上感谢，透过早上圣经共读的时间，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及他3个朋友，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中，都坚定的信靠主。虽然遭受迫害，但主的爱不离不弃，来帮助他们脱离凶恶。主啊，我们也要学习但以理的精神，坚定的信靠主，并要传扬主的福音，将主的爱传扬给还未认识主的人。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那我们在但以理书当中看到从前面1到6章是但以理为人解梦，为王解梦。那第7到第12章是但以理他自己在梦中以及连续所见到的4个异象。那特别在第4个异象是最长的一段，从第10章一直到第12章，所以10到12章要把它连起来看。那昨天讲到第12章的前半段，再讲到这个灾难战争导致最后的大灾难。那最后大灾难只有同胞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才能得拯救。那讲到许多已经过世的人将复活，要享受永恒的生命，那有的要受永远的羞辱。第13节说，明智的领袖们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要像星星一样永远的发光哦。所以这是在但以理书连续10到12章这个意象当中看起来是一个结论，但是结论呢后面还有一段，今天12章也是讲到关于这个意象它要应验的时间，以及但以理他应该要有的心态啊。好，那么接着请义军来带领我们大家读12章的第5节到第7节。接着我看见2个人，一个站在河的这边，另一个在河的那边。其中一个问：那在上游穿着细麻衣的天使，这些奇异的事要等多久才结束呢？那一天，那天使举起双手指向天空，奉永生上帝的名发誓。我听见他说，要3年半。当上帝子民所受的迫害结束时，这些事都会实现。好，谢谢。那在从第10章开始，好，那但以理看到的这个意象当中呢，就是一个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好，这个纯金的腰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好，这些的手臂和脚如明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像众人的声音哦。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描述。那在启示录当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意象，而这一位呢，后面有接着对但以理说话和对话，以及他怎么样在但以理21天的禁食祷告当中，他来到但以理的面前，而他要回去继续的征战，从第11章到昨天的12章的前面，那这个在幕后的大征战，那但是会有天使长来帮助他们。那这一段话结束之后，2个人，这里现在中文本说2个人，那应该就是有另外的2个使者来问这个人子哦。但是在现在中译本里面，依然是把这个说话的发言的这一段启示者是翻译成天使，天使。所以如果用天使的话，那这一段就是天使在传话。
但是如果是人子，那这段话就是人子在对但以理说话。而且这两个呢，好像耶稣的门徒来在耶稣的旁边，关于问到耶稣，不论是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事情，或是耶稣得国的事情，那这个人子呢，最后第7节举起双手，说要3年半，那这也是现在做一本用把意思直接翻译出来，原文里面呢是一年、2年又半年。那这个年呢，指的也不一定是年，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2个时期又半个时期。什么时期呢？就是一直到这个大征战结束，是粉碎圣民力量结束的时候，就是上帝子民所受的迫害结束的时候。那在和本当中还是可以看到原文的意思，就是在虽然这个时期还是有阶段性的，一个时期、2个时期又半个时期哦。好，那在和本可以看到，那个不是只有指人子，而是在河水之上，就是第10章所看到那一位穿细麻衣的向天举手，而且不是只有举一只手，是双手。好，那这个双手呢，那看起来像是个祝祷，又像是个求告。但是可以让我们很容易跟这个主耶稣人子的在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望天举手、祝祷、擘饼等等意象可以结合。那这个事情其实从第10到12章，那不同的解经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或是不同的想法，那都彼此尊重。但是我们应该要从整本圣经的观点来看。好，那但以理书如果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他所预言的已经是历史上成就的事情，那但以理书就把它当成像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是一个已经发生创世纪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如果它是一个启示，那可能就是它揭露了部分，但是它还有部分正在进行或是还没有发生。但在历史上的确也有这个1载2载1年半年1年2年半年的事件。这继续就是安提阿4世昨天讲的这个卑鄙的人他呢在派他将军破坏耶路撒冷期间，从主前167年6月到主前的164年12月，算正好也是3年半的时间。这当中呢后来就引起了这个马加比革命的这个重大事件。那所以呢如果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上已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从这个启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可能是一直讲到关于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了启示录的关于这个末后大灾难的日子要进行。好，接着再请义军让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12节。第8节，我听见他说的话，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此我问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走吧，因为这些话要保密封闭到末日。许多人将被洗涤、洁净、磨练，邪恶的人将继续作恶。他们不会领悟，只有聪明的人才会领悟。自从每日的献祭被禁止那一天，也就是从安置那毁灭性的可憎之物时开始，要经过1290天。那些忠心到底过了1335天的人，多么有福啊！谢谢。那这个人子回答的不是只有回答但以理，是回答他旁边的2位使者天使。那但以理甚至是第3者。好，那这不是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但是但以理听见也不能明白，那他就直接向这位人子，所以他直接对他的称呼我主啊。好，那更可以看见他不是只有把这个使者当成使者，甚至对他是用一个 Lord 用主这样子的称呼来形容他。但是呢，人子回答是但以理你走吧，意思是指但以理你去吧，因为这个意象已经要到这里就不再揭露，这些话要保密封闭到末日。所以末日呢在这里指的就是一个这个期间的结束。所以如果
如果是按照刚才安提阿哥4世这个历史上的事件它已经发生，那这个启示呢就不用再保密了，因为末日已经结束了。那这个整个但以理书人子对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就告一段落。但如果是直到末日所谓的末期，那这当中这个里面的发生的事情要继续发生，里面要经历的事情要继续经历，里面要忍耐的事情要继续忍耐。那义人要怎么样发光如星，就要继续发光如星，因为会他说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是只有到主前第2世纪的时期。那但是人子呢对但以理说，许多人将被洗涤、洁净、磨练。那这指的就是指这些在被称为义的人呢，他们会自洁，那他们会成为光明之子，他们会为义受逼迫，那这就是他们在这当中所经历的。但是呢，不领悟的、不领会的呢，他们就会继续的作恶，继续的在大征战当中，在末日的这个意象当中，他们呢就成为那个敌基督的卑鄙的人的，那邪恶者的，这个成为他的喽啰，成为向魔鬼撒旦来跪拜的人。但只有聪明人能领悟那和本的聪明人都以智慧人来称呼。所以其实智慧人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一开头就连贯到最后一章这个巴比伦的智慧人到后来这个真正的智慧人中的智慧人。那11节呢到12节又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那一样两个角度，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的时间，那它就是一个历史的日期；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未来的预言，那它就是一个未来的数字。但是呢，这个数字呢不是很容易明白，因为如果按照历史的时间来算，我们可以去凑出这样1290天跟1335天，凑出就是说不是凑出，我们可以去找出。但是如果是未来的预言的话呢，那我们只能够把它当作这是一段时期这是一个期间。那但是为什么只有差一节，两个数字就多了，差了45天，1290跟1335，这当中呢差了45天，那就很多又有不同的解释。这45天就是包括1个月再加半个月，就是30加15。那其实我们就是回到第7章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在第7章当中就是第9章那70个7的意象当中，看你怎么样来看这个70个7，是7个70，是490年，还是呢它是直接如同上次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它是一个前面有62个7，然后跟后面还有一个7，那这当中还有一个时期是被暂停的，或是这当中是被分开的部分。那从这个犹大被掳归回到受膏军被剪除，然后中间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最后一个7又分成前面3年半跟后面的3年半。那后面3年半呢，就是今天第12章讲的1载、2载、半载。那就是在这个末期当中的末期，末期所要发生的事情。那所以这当中很多用这个未来的这个末日的预言来看待的话呢，那就会把它很自然就跟启示录来结合。跟启示录来结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着重就是最后这个7。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69个7，从62个7，它已经发生。到经过了教会时代到最后一个7，那这个7的前面3年半，那其实这还没有，或许进入，或许没有进入，我们没有办法从现在的有限的角的来看。但是最后的3年半呢，在今天有1260天1260个就是那个2300次的早祭和晚祭，然后呢就是1260天，然后呢今天有看到1290天，1335天，然后呢2300次的早祭和晚祭是在但以理书第8章，那就会有做这样子的排列。那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去算馒头算日子，它的意义就是每一个时期你就是要坚忍，越后面的时期越痛苦，越要坚忍，越要坚忍的时候呢，你越要去面对每一天，每一天都不应该去
举白旗，每一天都不应该去认输啊。好，那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第7章到第12章，好，来对照在启示录当中的13章。从启示录当中，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当中，好的几个部分哦。比如说第7章讲到有兽从海中上来，启示录13章讲到一样的场景，然后讲到案卷展开了，好，启示录20章有一样的场景，然后讲到人子来到呢，马太福音24章、26章，马可福音13章、16章，路加福音21章，启示录1章、14章，好，都有同样的场景。那讲到了与圣民的征战，好，那在启示录13章也有。那讲到了10个角10个王，启示录17章也有。讲到了1载2载半载，在启示录的12章，好，也有。那讲到了永远国度，在启示录11章就有。好，那讲到了那毁坏行可憎的，好，是那个敌基督的，好，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有。那讲到了异象中看见人子，启示录一开始就有。好，那讲到了说亵渎神的话，在启示录13章也有。讲到了最后要将书封闭，好，封闭书卷，好，那在启示录第4章也有。好，所以这2卷书，好，读起来就是似曾相识。好，然后隔空，好，一个在旧约的旧约，一个在新约，好，这样子遥相呼应，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好，那如果因为启示录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的事件，好，所以启示录它就变成历史故事书来看，好，但是如果是一个灵异解经，好，带着这个感动意象当中来看的话呢，好，那它就是一个指未来的事件了，好，那如果好，这是让我们参考，好，所以对照启示录呢，好，就是7个号，好，7个印7个碗，好，那这个揭开吹第5个号的时候，到第7个号当中呢，好，就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了，好，那就是进入了那个后面的1载2载半载，好的后面那个3年半，而这在第7号吹响的时候呢，好，就有开始进入7个碗了，好，那7个碗的最后的结束呢，就是大巴比伦倒塌，好，那个兽呢，好，海上来的兽跟陆上的兽呢，好，被消灭。而基督再来，那基督再来呢，好，并没有立刻掌权，好，而是进入了千禧年的国度，好，然后呢，还有那恶者还要再出来再迷惑，好，但是最后的大审判，好，最后的这个白色大宝座才会来到，好，那所以这是连接到后面启示录的意象当中啊，好，所以在这个后面3年半，好，到最后进入千禧年国度。好，在千禧年当中，好，就有这个敌基督自称是蛇，设立偶像，践踏圣城。好，昨天第11章看到的安提阿古四世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好，改变节期律法，逼迫圣民，然后有印记，好，然后是666的印记。好，那直到进入千禧年，好，那万民得国，万物复兴，撒旦被捆绑，好，到最后的审判了，好，到那个终局末期才来到。好，最后一节13节，好，请义军带我们来读。至于你，但以理啊，要忠心到底，直到你安息。但是在末日，你将复活，接受你的奖赏。好，谢谢。那这一段话和本就是要但以理做几件事情，等候安息，然后呢，时间到了，好，必起来，起来就是复活。好，12章2节又讲到复活，然后呢，最后就是享受，好，进入享受你主的快乐。好，那跟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呢，真的就是一模一样，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好，那但以理书呢，好的这个前面6章呢，就是解梦的但以理，后面6章是做梦的但以理。好，那他解了巴比伦王的梦，好，他解开了这个波斯王好的这个期间的意象。那第7章到第12章呢，讲到了但以理的意象以及关于以色列的未来。那这以色列未来呢，如果是一个历史事件，那以色列复国这个事情怎么没有进入他的预言当中？怎么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有在这个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反而就让他被封闭住了？好，那所以以色列的未来可以更加的指的是上帝百姓神儿女的未来，直到进入末期。好，那这里讲因为在以理书当中用了亚兰文，还有这个希伯来文。好，那亚兰文呢，好，加勒底文呢，就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希伯来文呢，好，特别是要让犹太人知道。好，所以这个第10章到12章也是用希伯来文，
好，要犹太人在这当中，好数算再数算，好，在这个艰难的日子当中，好能够度过，好能够知道不要放弃，好不要失去了盼望。好，那这个但以理的意象呢，的确是让很多人在艰难患难当中能够继续忍耐，因为他们知道，好末后会有最终的胜利，他们可以进入那安息，可以将来再必复活，甚至可以享受那永恒的福分，可以看到那个历史的终局啊。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好还有整卷但以理书，好，我们在这个第13节来结束，好，留下一个美好的画面，不是只有给但以理，好，是每一个愿意像但以理一样秉公行义、领人归于义的人，好，那一个纯洁的心，好，来侍奉神，好，都要领受这样的意象。马太福音24章第13节，耶稣说：“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在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当中，爱心渐渐冷淡当中，但是呢，能够忍耐到底，是因为他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他知道在末后结局当中所要发生的事情，而14节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终结才来到。所以如同但以理书，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福音书，它的福音就是给这些在灾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在绝望当中的人，看见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光，一个明亮的心。好，知道好，必须要兴起，好，必须好要的仰望，好，而不再是坐在死荫之地。好，那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是要他的门徒，好，将这样的福音，就是末后的审判，好，来带给向世人来做见证。好，所以不要在这个当中因而失去了盼望。就如同待降节，我们不是等待耶稣的降生，是等待耶稣的降临。我们在等待的是那人子来到，我们等待的是那战争，好，不管是地上的战争、天上的战争、属灵的战争，我们在等待那个最后的胜利来到，这个才是让人值得期待的福音。好，如果我们只有传这个耶稣在马槽降生的福音，好，一个婴儿，一个在马槽出生卑微的人，他又能够如何的拯救世界，而是要传完整的，就是耶稣他如何在地上成为人，而他去到了天上如何再回来对万民做见证，我们才能够预备好，否则我们都只有预备马槽，却没有预备耶稣基督再来。而25章马太福音25章，好，在这个末后的意象当中，好，奖赏的时刻，就是左边的、右边的、山羊的、绵羊的，好，一个就是听了神的话就去做的，一个是听了神的话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去做的，没有预备的。但是呢，像右边的就是那绵羊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那这就是尼布甲尼撒，好，他那个巨大的金像，好，最后一个从山上滚下来大石头砸碎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像，好，然后呢，这个大石头越来越大，好，然后遍满了世界，就是神的国，好，要这样子，好像突然的来到。那这突然来到呢，他的上帝的国呢，好，是要永无止境，好，永无穷尽，好，直到遍满了这地，好，遍满了世界，就是上帝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好，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但以理书好就共读到这里。那我们明天要进入的是今年最后一卷书罗马书。好，那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好，也谢谢义军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再一次向主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是唯有上帝你的爱是永不止息，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各样的预言，在各样的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为了要来见证上帝你的爱，见证上帝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以智慧人当中的智慧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当作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以敬畏的心来读神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也能够更加的乐意遵行你的话，即便在各样的灾难，在各样的困苦，在艰难当中，我们依然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上帝的掌权当中，我们只要安静安息，我们只要如同但以理等候，我们只要等待上帝的时期到来，上帝不要按照你的应许
使义人发光如星，使义人能够进入安息，使义人能够再次的兴起使义人能够与基督在地上一同来掌权使义人能够进入神所预备那永恒的国度，是那新天新地，是那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是能够真正永远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愿神你把这样的意象牢牢记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